而家個熱帶低嘅中心風力50公里每小時，我操！而佢登陸之前，佢正常為65公里每小時風速，之後登陸緊又係45公里每小時風速，之後進入南海，都係維持大啲氣壓45公里每小時風速。而美國預測都係佢認為佢呢個熱帶低氣壓增強至55公里每小時風速，然後佢登陸之前會增強為熱帶風暴65公里每小時風速，前路簡密而瀟灑啦。而香港天文台點樣預測？預測佢係一個熱帶低氣壓，中心風力55公里每小時風速。未來佢向住東北方向移向菲律賓東南部一帶。而明天佢增強為65公里每小時風速，係 S 強度嘅。